牛我妹做鸡铺，爱讲嘛嘅咧？今晡日，我一定兴起拿出阿爸嘅意见，上爱学阿爸嘅样诶吃饭啊！我刚开始来无几久，阿妹行来看，巴肚系哪位嘅阿妹，入来无谈，叽叽嘎嘎。南咪阿日子经过牙无谈，看到我。原来是你伫隔壁教你学，佢讲佢巴肚也无痛，自己落压，无让我有呱呱跳嘅声音咯。什么你听我讲下。